球員5月31號，14 Michael 鏡頭最下，上次東涌人1分27啊，喺今日嚟咗啦 ，under 1分27啦，又好過1分27，上次東涌大蛙手，哇！成組都快嘅。哇！啲力嘅表現嚟啦，聽啲聲都知，咁近影喺度邊，摁到40啊！4331。第5水道桃園沙雲傅玉泉，緊接在後的是第6水道亞洲競泳張君晃，以及第3水道亞洲競泳王漢邦。哇！嗰邊陳斌都唔慢喎。呢個角度睇差唔多。第5组上第6组手先抵達終點是第5水道桃園沙雲傅玉泉。接着進行的是第55項第7組。一時得嘅先，1分30。